喺我自己個人咧就冇好大個包袱嗰個感覺嘅。我曾經同你講過嘅，我都係我想做就做啦。但係開頭其實冇咁大期望嘅，但係後來咧就一點一滴咁樣累積翻嚟咧，而家睇出嚟嘅結果咧，好似大家認受性就越嚟大咗啦。仲特別呢次咁啦，仲全運會嘅有關人士仲邀請我去展示一啲詠春拳啦，我覺得係好似去到一個收成期咧，喺我感覺上可以令到更多人知道呢件事，希望世界上更多人可以了解詠春咁樣。最少我可以做到我哋平時喺香港去教授詠春拳嘅所有，譬如喺無人莊啊，所有套路啊、尋橋標指、小念頭啊，都展示到出嚟俾大家睇到真正嘅詠春拳係點樣樣嘅。就始終同電影係有啲落差噶嘛。咁大部分人嘅認知喺詠春拳咧，我覺得都係從電影嗰度嘅。咁變咗真正嘅詠春拳係點咧？其實好難得個機會可以展示到俾大家睇咯。